新外台高级机见土达爱路解了，虽然说风街，看起来有到电影味，不过历史系热天泡菜系咪好世界生态关键。将送来嘅保鲜拍，表模结久就要送去洗、杂糟，姊妹将佢同嗰條卤料攪香下。呢間泡菜工廠生產嘅產品，同樣路行當受到歡迎，所以當日使用嘅人力起碼係10個以上。而家同東西港灣嘅工廠有定豐富嘅生產力，也有社區養老嘅人情味。订单蛮多的，制造这个就业机会哈啊！太几个来，列总督啊下去啊，妈妈来哈，来天秀来太几个来做啊！所以讲，阿布卡只是在讲，几部卡头做了些，爱两个来，一个买，一个新 Q， 综合头做了些啦。这个罐子好了，这个中泡菜的罐子好了，中泡菜的罐子。而係呢家泡菜工廠嘅主人金片叔。大家弄喊佢金媽媽，12年前為到聽受屋卡嘅經濟，佢決定用家鄉嘅好梅水吃下啦。現在講透年來啊，無投入啦，想講無子，根本家下唔要做泡菜啦，母媽媽看有人做，照佢韓國式嘅泡菜而台灣無法度接受，加有變魚露。因台灣天熱，變魚露就無動手數，無法度。所以講，一擺了一次失敗，一倒過兩倒，兩倒過三倒，差不多4年無創錢啦。該4年見送本親戚朋友吃食，總算台一擺嘅美食店得到肯定，又認為名路由貨送到屋嘅方式行銷，工廠就安尼成立。好梅水嘅技巧，除了滷解料配方比例要拄好。先主要係你對原料嘅堅持。台灣嘅天熱太多農藥做起來唔食，所以講頭擺子紅冠無進口就做歐洲嘅了佢澳幣漲價無法進口送貨咧，所以講紅冠進口做紅冠咧。詳細看下那67歲嘅金媽媽。除了面相比實際年齡還較後生之外，五官冇乜個像台灣人。其實佢媽媽本來就係韓國人。以前阿爸做些過來，俺那是土糧啦。俺阿爸就本來做咧韓戰啦，第2次世界大戰啦，我等上，所以在台北只做幾路上做批咧。是我等的時陣，我爸爸破片死批咧。俺媽媽講，我帶5個生人到基隆港口等上啦，3等4等至幾下10年的啦，安尼啦。22歲嘅人，佢媽媽嫁來東市，變做客家新橋，也開始到莊下大家庭生活。雖然此時就到台灣成長，不過文化上嘅差別，剛開始佢係你當唔慣。都仲係嘛唔講啊，韓國嘛安尼咩？安尼啦，所以講，今晚是當後生。唔止講你田中嘅生活大家庭，我哋嫁到23個媳婦，至少唔想講苦啦，唔想，只是說語言上不通你感覺你講老的講都罵人啦，安尼啦，實在是有時候那個幫菜方面抗議的菜同人種完全冇共樣。而且原料嘅一個屋子卡煮飯煮菜暖水食茶安尼，我真唔敢食咧。實在講我講做乜涼嘅你做乜按我做啦？其實仲係有細搶啦。做已經融入客家莊嘅生活，佢媽媽有時係你會做寄出家鄉味，從會下那屬於自家嘅文化。本來就當樂觀嘅佢媽媽。仲係本人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嘅感覺，只係過去45年，各種同以面頭前小頭小面，艱苦無人知嘅心酸，同人哋採訪嘅時，佢遠唔係硬口。實在講，我老公嘛高手來講我老公嘛這個大家庭所特別嗰種有錢唔提供來食飯用啦，千祈唔曉得啦，我老公唔曉得。真係唔曉得，
所以我过不卡，都给嘛无全家走。我下台后嘛是那都，同生意那都去客，母亲节从来不是，都给嘛不是。环境所造成，我是新买蛋糕食，我老公妈爱讲按奢侈，按歹价，过了就唔爱买啦，安尼啦。想起过去经常爱食嘅日，披萨可能也当难去体会。佢妈妈讲，你还冇摕到闲时间同心肝，佮佢们嗰條傷心嘅路頭牌，之外還未天通，佢希望是在繼續用呢個好美水，溫暖台灣人嘅胃。